國際大都市嘅繁華港灣，蘊含住無數自然瑰寶，吸引萬千自然愛好者去探索。超過80種石珊瑚組成嘅珊瑚群落，色彩斑斕嘅軟珊瑚花園，為眾多海洋生物提供充裕食物同安穩棲所。山海交界嘅紅樹林，係招潮蟹同彈塗魚嘅家。西面鹹淡水交匯嘅水域，漁業資源豐富。中華白海豚同江豚喺呢片海域悠然安居。香港豐富多樣嘅海洋環境，孕育近6000種海洋生物。海岸公園同海岸保護區30年嚟堅定守護呢啲珍貴嘅海洋瑰寶，一直係進行科研嘅理想場所，亦係大眾親近自然嘅聖地。位於西貢西郊野公園北端嘅海下灣海岸公園，係珊瑚群落嘅天然避風港，而有香港小桂林之稱嘅印洲塘附近一帶水域，已指定為印洲塘海岸公園。該處造就咗天然純樸嘅紅樹林。最東端嘅東平洲海岸公園，擁有全港覆蓋率最高嘅珊瑚區，更可以見到頁岩同珊瑚群落並生嘅奇景。港島南端嘅鶴咀海岸保護區，亦係本港唯一嘅海岸保護區，嚴格守護住岩岸生態。至於西部水域，由最早嘅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，到後來指定嘅大小磨刀海岸公園、大嶼山西南海岸公園、南大嶼海岸公園，同2024年指定範圍最廣嘅北大嶼海岸公園，為保育海洋生態同漁業資源產生協同效應。香港首個海岸公園係喺1996年成立，其後政府指定咗多個海岸公園，今年正正就係海岸公園成立嘅30週年啦。香港依家有8個海岸公園同1個海岸保護區，為海洋生物提供一個理想嘅棲息地。我哋透過法律賦予嘅權力，為國家重點保護嘅中華白海豚、江豚同珍貴嘅珊瑚群落提供有效嘅保護。30年嚟，我哋肩負保護海洋生態嘅使命，不分冬夏，從未停步。持續進行生態監察、科研、資源增值、巡邏執法，並不斷檢視我哋點樣可以做得更好。近年西面水域多個新海岸公園相繼成立，配合廣東珠江口中華白海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，形成更全面嘅網絡去保護中華白海豚。為進一步保護海洋資源，由2020年起，4個指定海岸公園已全面禁止商業捕魚，讓珊瑚群落同漁業資源得以休養生息。新科技為保育同管理帶嚟嶄新解決方案。漁護署利用先進儀器測繪底棲生境，並運用環境 DNA 技術調查漁業資源，證實保護區內嘅魚類品種同數量都較保護區外嘅參照點多，而且體型較大。海岸公園同海岸保護區確實有效提升香港嘅海洋生態資源。我哋亦引入人工智能監察非法捕魚，並利用 3D 打印珊瑚礁盤修復珊瑚群落，監察顯示珊瑚生長進度良好。我哋嘅努力亦都得到國家嘅認可。
印洲塘同東平洲海岸公園所在嘅大鵬灣，獲國家生態環境部選為美麗海灣嘅優秀案例。呢份肯定令我哋感到鼓舞。每年超過1萬名學生同公眾人士參與海岸公園嘅生態導賞同海岸考察活動。公民科學家計劃俾大家有機會親身參與研究。海岸大使計劃賦能年輕一代為海岸保育貢獻力量。海岸公園係香港最好嘅海洋教室。政府一直致力喺保育自然生態同方便公眾享受大自然之間取得平衡。香港海岸公園30週年唔只係本地海洋生態保育工作嘅里程碑，更加係同國家15五規劃中美麗中國、美麗海灣戰略深度對接嘅契機。透過擴大保護區、強化科技管理、深化區域合作同推動公眾參與，香港正以實際行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為大灣區海洋生態保育起示範作用。透過認識自然，大眾就會懂得珍惜呢一份自然之美。過去30年，一直有賴市民大眾支持守護海岸。未來就等我哋繼續齊心合力，喺欣賞壯麗嘅海岸景色同海洋生態嘅同時，守護呢片無與倫比嘅藍色瑰寶，令佢得以世代長存。